好，来继续来看桃园中立的交通队有一个警员，昨暗伫中立一个交车路口咧处理车祸，结果是红灯。这个警员经过路口要来收集到证据的时阵，互一个23岁骑机车的少年呢，甲弄倒在地。这个警员正脚的下腿骨头断去，加在无生命危险。啊，这个肇事的责任还阁调查厘清。 路口人来客去，当时下班时间，车辆吵。一个警察要执行公务，行到路中央，都也未变红灯，就去互一台直行的奥多摆弄到，机车骑士嘛摔倒在地。边仔警察看到状况，嘛赶紧来个关心。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远景要行去路口，才行到一半，就去互机车骑士弄一个倒伫涂骹。救护车随赶来救援。 真侪热心的民众嘛伫路口斗3共指挥沟通，其他警察嘛随来到现场支援。这样就睡在那里，很多人围着，对，很多人围着。啊，我想说那个东西我不要看啦。代志发生伫昨暗7点多，桃园中立昆明街甲宽中东路的相车路口。 当时，这个警察甲同事当咧处理一件交通事故，想要到去互23岁骑士骑奥多摆弄到，地势环境卡腿骨折，加在伊意识清楚，无生命危险，喊上病院。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时，与渭南骑乘之机车发生事故，受有右小腿骨折伤势，已全力协助后续就医事宜。 环境处理交通事故，煞去互弄着伤，当时是青灯。啊，那相关肇事责任，警方搁咧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